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31章。太阳米甸人，上主对摩西讲：你着去攻打米甸人，替以色列人报仇。后来你会讨去你的列祖遐。摩西就命令以色列人讲：恁着派人带军去攻打米甸人，为上主报仇。恁逐支组着派1000人出去交战。以色列逐支组就选1000人，共12000人带军要去交战。摩西派祭司以利亚撒的囝菲尼哈带圣所的器具甲喇叭，带这以色列人出去交战。因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去甲米甸人交战，将米甸的查甫人全部害死，包括以米、利金、苏尼、户尼、利巴这5个米甸人的王，嘛杀死比尼的囝巴兰。以色列人掠米甸的妇女甲囡仔，抢因所有的精生、牛羊甲财物，放火烧徛起的城镇甲营地。以色列人将因掠到的人、抢来的精生甲所有的战利品带来约旦河边耶利哥对岸的摩押平原的营地，交予摩西、祭司以利亚撒甲以色列会众。部队转来，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以及会众所有的首领，拢去营外迎接以色列的部队。摩西对交战转来的军官，就是遐个带1000个人甲100个人的军官发授去，甲因讲：恁要互这个查某人活地是无？恁敢袂记得，就是这个查某人照巴兰的计谋，伫比尼引诱以色列人背叛上主，互瘟疫临到上主的会众。现在恁着甲所有的查甫囡仔，以及遐个捌甲查甫人有性关系的查某人，拢杀死。遐个毋捌甲查甫人有性关系的查某囡仔，恁会用得为家己留因的性命。恁甲遐个妇女着留伫营外7日。若有人杀死人，也是摸着尸体，着伫第3日甲第7日洁净家己。遐个妇女嘛着安尼做。恁阁着洁净大领衫，以及所有用皮、山羊毛、茶做的物件。祭司以利亚撒对交战倒来的军兵讲：上主命令摩西的律法有一个条例，安尼讲：会牵得火烧的物件，亲像金、银、铜、铁、石、盐，着用火甲因烧，然后搁用洁净的水洗，甲因清去。其他袂牵得火烧的物件，着用水洁净。第7日着洗恁的衫，恁才清气，通入营地分战利品。上主对摩西讲：你甲祭司以利亚撒以及会众的首领，着计算掠来的俘虏甲抢来的精生的总数，甲掠来的分做2份，一半互出去交战的勇士，一半互会众。搁对要分互军兵的俘虏、牛、驴、羊的中间，每500头秸献互上主，将这个交互祭司以利亚撒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搁着对要分互以色列人迄一半的俘虏、牛、驴、羊50头秸，交互负责固守上主会幕的利未人。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就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做。军兵家己留落来的战利品以外，有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只。毋捌甲查甫人有性关系的女子32000人。出去交战，遐个军兵得到迄一半，共有羊337500只。对迄中间出来献互上主的675只，牛有36000只，
其中献予上主的72只，如有30500只，其中献予上主的61只，人有16000个。对迄中间出来献予上主的32人，摩西照上主对伊的命令，将这个交予祭司以利亚撒做特别的礼物献予上主。摩西将遐个军兵抢来的战利品分予以色列人的迄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只。甲人16000个，无论人也是精生，摩西拢照上主对伊的命令，50抽一，交予负责固守上主会幕的利未人。带1000个，甲带100个军兵的官长来见摩西，对伊讲：你的仆人已经点算这个军兵的总数，连一个都无战死。当阮将这人得到的金器，亲像骹链仔、手环、拍做囡仔的手指、耳钩、破链，拢带来献予上主，通为阮家己赎罪。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就接受因拍做逐款装饰品的金仔。这个官长献予上主做特别礼物的金仔，总共大约有200公斤。逐个军兵抢到的战利品，拢归予因家己。摩西甲祭司以利亚撒将这个官长奉献的金仔带入会幕，互上主不时会记得以色列人。